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圣学主日牧师捌讲过其实咱应该每一个礼拜拢是圣学主日，每一个礼拜日，咱拢爱用敬虔的心，用诗歌、用音乐来表达咱对上帝的尊敬。甚至会当安尼讲咱每一天拢应该爱用诗歌、用音乐，用咱的心来学习这个达得咱敬拜学习的上帝。所以咱要透过圣经的一个人物，底波拉，做伙来思考，安怎才做上帝所欢喜的人？安怎才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咱要领受上帝的话语进前，咱先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搁一遍引带阮来到你的神恩宝座前，互阮透过你的话语，圣经中间所记载的人物来学习，主，阮只是陪伴好阮的心，求你也帮助阮，提显内住伫阮心中的圣神，修饰阮智慧，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你的心意，也照安尼去行。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伫看了约书亚了后，咱就进入士师记士师记也是一个以色列人真混乱的时期。迄个时阵上帝亲自呼召一寡人，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做士师。士师这个字原本就是叫做审判者，意思是替以色列人解决纷争、审判。后来嘛，真做以色列人的领导者。伫这段真混乱的时期，咱看到这个士师安怎领导以色列百姓对抗外族的攻击。咱今日要看，咱士师记中间无所有的士师拢要讲到咱要找几个较有特色的来甲大家分享。咱今日要看士师记中间记载以色列人唯一的一个女士师叫做底波拉。咱先看伊的背景伫底波拉做士师进前迄个时代圣经记载讲，以色列百姓得罪上帝。伫迄段真混乱的时期，因为因无真明确的一个领袖甚至真侪人无认捌上帝所以常常会离开上帝去敬拜别个偶像神明，伊也是讲完全照家己的意思来行。所以伫以色列百姓得罪上帝的时阵，上帝就兴起外邦来警告以色列人。这个时阵，上帝将伊交伫这个迦南王亚宾的手内。圣经中间讲，这亚宾伊的武力非常强大，有900架这铁战车，所以当时阵是相当有组织的一个军队。而且伊真残暴所以伊压制以色列人20冬。后来以色列百姓因为真艰苦，因都搁倒来到上帝面前，呼求上帝帮助。所以上帝就兴起一个真特别的士师，叫做底波拉，来带领因对抗这个外族的攻击。底波拉是这个以色列士师中间唯一的一个女的士师，伊是一个敬虔有智慧的领导者，而且以色列人拢真欢喜服从伊的领导。后来伊带以色列人镇压一场真重要的战争，叫做基顺河之战，而且带予以色列百姓有40冬真太平、真平安的日子。咱特别透过伊来学习一个，真做一个上帝所呼召的器具，真做上帝所使用的一个萝卜，真重要的生命特质。也希望讲，咱每一个人拢有这款的特质。互别人会通因为安尼来得到祝福。首先，咱来看底波拉这个人咱来明白伫以色列人的传统中间其实女性是无啥物地位。就是讲，其实咱对这个圣经的传统中间，咱了解伫犹太人的眼中，女性其实是查甫人的产业的一部分所以真严格来看女性袂当算一个人，伊只是属于查甫人的一个财产。
咱简单举一个例啦吼，咱若看这个《申命记》的24章的第1节吼，有一条律例吼，这条律例是关系迄个离婚写休书的律例吼。咱对这条，咱就知影讲，其实妇人人是真无地位吼。这条是安尼写的，讲人若娶某了吼，看见伊有啥物无合理的代志，无欢喜伊，就当写一张休书吼，交伫伊的手中，催伊离开。啊，因为吼，这圣经中间无真明确写讲啥，到底啥货是无合理的代志，啊，所以无共款的学派，都有无共款的解说。那伫以色列人吼，咱简单来分做2个较出名的学派吼，一个较保守、较严格的这学派叫做撒麦学派吼。这学派伊的主张是讲，啥货叫做无合理的代志，就是这个妇人人发生淫乱的代志，就是讲有婚外情吼，发生这见效的代志啊，所以这款的唯一发生这款的代志，丈夫才会当写休书，甲伊离婚，叫伊离开。这是上界保守、上界严格的撒麦学派。啊，但是有另外一派较宽松，伊去解说这条律法吼。这个学派叫做希律学派吼。伊认为只要丈夫吼用丈夫主观的感觉，无合理、无欢喜，看袂惯势，就当写休书来叫伊的某离开。啊，这派对离婚的教训吼，咱今仔看起来感觉讲靠这款的代志，世间靠这款的代志，但是确实是存在伫犹太人的中间。这一派的看法吼，只要伊的太太吼做一件代志无合伊的想法，伊感觉伊家己本身主观认为无合理，都有权利来离婚。譬如讲太太煮菜盐放了伤济，做歹食的。伊感觉无合理所以得当离婚啊是讲，伊看到伊的太太甲伫路人甲一个查甫人讲话，不管安怎，伊感觉无欢喜，就当甲伊的太太离婚。啊是讲，伊伫丈夫的面头前对大家大官讲话无够恭敬啊是讲讲话伤大声，去互厝边听到，拢会当构成离婚的要件甚至这个查甫人伫外面看到一个妇人人，比伊太太较水，伊家己感觉无合理，有哪会当离婚？所以这是存在伫这个学派中间的一个说明。咱来想看卖你若是查甫人你较爱倒一个学派？但是咱对这中间了解妇人人伫早期犹太人社会中间根本都无地位啊。伊是附属伫伊丈夫的一部分的财产尔，随时要叫伊离开就当离开。所以伫即个查甫人做中心的传统社会中间，咱看见着，这实在太特别了。以波拉，伊受上帝呼召来成做以色列人的领导者，这伫当时阵差不多是真正想起来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伊就是突破这传统的束缚。上帝呼召伊，伊就愿意接受这个呼召，来承接这个领导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时代的使命。咱其实今日想起来，这实在是真特别啦！因为莫讲当时阵啦，莫讲旧约时代，你讲伫今仔日，妇人人要成做一个领导者，爱承受真大的压力啊！咱看咱即摆总统，蔡总统，伊当时阵还未做总统之前，伫迄个伊属伫伊个党的迄个党内初选的时阵，就被迄个党内的大佬讲讲清军的无适合做三军统帅。所以伫咱这个时代都有即款的情形发生。伫迄个旧约的时代，我想利波拉伊所受的这压力一定非常大，但是伊有愿会当承受这个压力，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对安尼来看咱嘛当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上帝咧竞选人甲人的眼光无共款。上帝只看重伊即个人的
真重要的生命特质，以及上帝要呼召的人，无关系伊的性别，也是讲伊伫社会中间的改善。其实今仔日妇人人的能力真正受到真大的肯定咱看有最近有一个杂志叫做《富比士》杂志伊刊登一张文章的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咱来翻译出来叫做讲对抗这武汉肺炎，反映上介好的国家有啥物款的共同点？伊的答案只有一个啦，就是因全部拢是女性的领导者。意思就是讲，伫即边武汉肺炎的防疫中间，以女性领导的国家拢防疫拢比较做了较好，表现比男性更较突出。伫教会中间，其实咱嘛看到，教会中间姊妹已经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所以我苦劝咱中间的查甫人，包括我家己拢爱较拍拼淡薄无咱真正亏欠上帝互咱的呼召当然，无论是查甫查某，既然上帝咱呼召，咱就爱承担这个责任真做教会甲众人的祝福。所以，而且这段经文嘛，互咱真实的一个思考，就是讲，若咱中间有真侪这传统，若无合理的时阵，咱拢会当突破伊，为着上帝的事工的需要，这拢是咱爱思考的代志咱对底波拉的思考，第一点是这项，第二项咱看起着底波拉伊圣经对伊的描述是安尼伊讲有一个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列比多的某，当时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伫这中间，咱看起着，伊其实有三种角色伊是先知，伊也是士师，伊也是列比多的某所以虽然圣经中间无真清楚来咱说明，但是咱会当安尼想啦既然伊当得到百姓的爱戴得到百姓的敬重。一定是伊将这个角色拢扮演了真好，做先知的真亲像先知做士师的做好士师的角色，做妇人人做别人的某做一个人的某，伊就真用心去做好伊的角色所以伊是一个真职的领导者，伫每一个角色中间拢尽力扮演好的角色。随上咱嘛爱对安尼来想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角色嘛？比如讲，我伫教会是牧师，伫我的家庭中间，我是丈夫以及囡仔的老爸。伫社会中间，可能有其他的无共款的职务。咱每一个人拢是安尼。上帝既然呼召咱做这职务，咱就爱真尽心来扮演好的角色。伫每一个角色顶面，拢会当荣耀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爱想看卖，咱到会因为咱代志真无用，叫工作事业困白掉的，直到咱无时间安静落来亲近上帝，来侍奉上帝。就是倒边来看，有人真认真投入伫教会事工，却忽略了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的工作，这拢唔对啦。咱顶回有讲到。侍奉上帝，上帝所要求的是啥货？是真嘛，对。但是真的意思，毋是讲俩做教会事工尔。上帝呼召咱扮演无共款的角色，咱拢爱回应这款的呼召，将每一个角色拢来扮演好势，用各种角色去荣耀上帝，去祝福别人。咱袂当讲只是教会服侍做了真好，伫教会亲像天使，等伊出去变做魔鬼。教会事工做了真好，家庭乱七八糟。咱嘛袂当讲敢若顾家己事业，教会服侍拢无要做，也是讲家庭的代志拢无要插，袂当安尼。但是服侍总是爱有一个优先顺序啦咱应该爱去思考牧师有几项建议我建议讲，咱爱对家己的生命开始起做。然后，较对咱身躯边，咱会当接触较亲近的人做起，然后较扩展到咱的教会、社区、甲社会。
所以如果咱来分做3项，咱来看。第一项，咱来注重的是啥货？注重就是讲咱本身甲上帝的关系。咱上界优先的责任就是讲，咱来起造咱家己甲上帝真好的关系，因为这是咱生命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若无拍好在，咱伫顶面所起造拢袂稳固。所以一定要用心去经营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然后接续甲上帝的关系建起造好势了，咱上界主要爱甲咱厝内底的人起造好的关系。咱中间若已经结婚的人，咱首先爱关心的就是夫妻的关系，因为夫妻的关系若好，咱能真做咱的囝儿甲查某囝会学习的模样。夫妻关系若无好，常常会负面去影响咱的囝儿。囡仔伫即款的家庭中间学袂着正面处理问题的态度甲方法，伊大汉了后要发展真好的人际关系嘛，爱克服真侪困难。所以，请大家一定爱经营家庭好的关系。咱看保罗咧提醒提摩太，伊对伊讲：你咧领导一间教会，注重教会领袖。伊讲教会领袖必须要熬处理家己厝内底的代志，互囝儿查某囝知影顺从，事事敬重。一个人毋知影处理家己的家庭，怎样会当看过上帝的教会？所以这互咱真好的提醒。咱除了起造甲上帝好的关系，第二层的关系就是咱上界亲密的家庭，爱伫家庭中间做好的见证。第三项，则是教会甲社区，也是讲社会，咱的服侍。咱来一层一层有优先顺序，扮演好咱的角色，伫每一个角色中间拢荣耀上帝。这是咱对底波拉所学习的第二项代志。咱接下来看伊安怎做士师甲先知的角色。士师这个字伊原本的意思就是叫做审判官啦。圣经中间讲，底波拉住伫以法莲山地拉玛甲伯特利中间，伫底波拉樟树骹，以色列人拢来到这樟树骹去听伊替因判断。可见伊是一个真正咧执行士师这角色。我拄则讲的士师的意思就是审判官嘛。所以伊诚做以色列人主持公道的一个审判官。实际上，诚做一个好的审判官。上帝所使用的审判官要有一寡特别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讲，伊要有充满属天的判断能力。意思是讲，伊的判断是爱正确的，是爱充满智慧的。意思是讲，伊爱完全照上帝的吩咐来审判。一款人的特质就是讲，伊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嘛。当伊甲上帝有好的关系，伊就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安怎。才能做正确的判断，所以因为甲上帝有好的关系，所以拥有属天的判断能力，这是第一项。伊毋是干那有属天的判断能力哦，伊个人凡事拢照公平正义来行。咱有属天的判断能力了，咱该实践出来，就是照公平甲正义去做主持公道的代志。所以因为人拢知影伊会主持公道，会照公平正义去做判断，所以真济一些百姓都爱去找伊处理因中间的纷争。其实圣经嘛是对咱讲，咱咧判断代志，咧主持公道的时阵，袂当歪曲正义啦，你袂当骗他纵向人，也袂当借机去讨好有权势的人，爱公平评断，这是上帝对审判官的要求。也因为伊有这两项特质，所以最后伊得到的结果就是，伊得到众人的信任甲敬重，大家愿意去甲伊所坐迄个樟树骹下面来接受伊的判断。甚至咱看见着，后来伊要呼调巴拉去征战的时阵，巴拉讲：你若无甲我去，我就无要去。意思讲，伊互人一个真安定的力量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者，
所有的特质，也是上帝要使用的人的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咱会当透过安尼来学习。佮另外第四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伊的性格中间有一种真特别的温柔佮谦卑啊。伊的领导方法是不断去鼓励咱明白，伊毋是一个真强势的人。有的人咱看见真侪领导者有真强的能力，但是过头强势的作风互伊被领导的人拢真艰苦。但是底波拉毋是安尼，底波拉伊即个名伊的名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芳啦蜜蜂芳。咱知影芳是真够合作的即个糖伊的人亲像伊的名同款，真够组织甲委派。伊知影啥物人会当囥伫啥物款的位置。比如讲，伊要去征战的时阵，伊知影巴拉是一个大将之才，伊就爱伊去领导以色列人去征战，家己谦卑退伫伊的幕后去支持。伊邀请伊来做征战好的征战，伊即个巴拉个信心不足的时阵，伊要求即个底波拉甲伊同去。咱看见一个查甫人，竟然要求一个妇人人同行，较要去征战，但是底波拉无骂伊讲你还遐尼软弱，遐尼无信心，伊是来同意、来勉励、来提醒，讲好，我甲你做伙去。但总是你这征战你征战的过程中间上帝要将荣耀给另外一个妇人人。咱若看这故事，咱就知影来提醒，但是伊有愿陪伊做伙去所以伊的性格就是温柔中间带有坚强我拄则讲过，互一个团体会当真安定，互一个团体会当真大的鼓励。即款是上界好的属灵领导者咱期待上帝也互咱每一个人有即款的特质，会当知影啥物人会当囥伫啥物所在，然后甲伊做伙同工，这是上界重要的一个特质最后我嘛感觉是上界重要的是，因去征战得到胜利了伊无将功劳归乎家己啦虽然巴拉是邀请伊做伙去，伊嘛诚做一个领导者，甲因做伙去，但是伊无将功劳归乎家己，伊将谦卑将功劳归乎众人，然后将荣耀归乎上帝。所以后来征战结束了，因用诗歌去讹上帝的时阵，伊安尼做，当然内底有提到伊的名，但总是一开始伊是安尼唱的因为以色列中间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家己，恁应该学罗耶和华。伊真清楚，因战争会当得到胜利，是因为上帝的应允以及人的配合。这互一个领导者真重要的提醒有的人真够领导，但是爱将功劳拢归乎家己，这就是真无好。咱知影一个团体就是大家共同合作咱看到咱拄则，咱今日是圣教主任嘛今仔有迄个所长的做伙参与服侍对无？咱看所长毋是大家拢亲像迄个西公，还是讲亲像迄个咧卖冰的，伫遐亮。每一人负责家己的部分，但是伊阁爱听别人的声音，配合别人照指挥的指导下面，大家做伙合作，才会当用水的歌声来学罗上帝。咱的服侍嘛是相款咱每一人拢有上帝互咱的恩赐，咱应该爱照咱的恩赐去发挥，然后爱甲别人配合，因为无一个人恩赐是完全的。咱若会当同心合作，咱会当真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来荣光上帝。所以今仔是圣乐主日，咱除了感谢圣乐同工的努力以外，咱每一个人圣乐咱每一人拢有参与，因为咱每一个礼拜拢会做伙唱圣诗嘛。咱伫唱圣诗的过程中间，透过音乐来荣耀上帝。所以牧师真心期待。咱少年教会真做一个合一的团体，
用咱每一个人所有的恩赐，贡献咱所会晓的，来应光上帝，来祝福别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亲自呼召阮加做你的儿女，也赏赐阮福气，互阮有使命。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请做一个合一的团体，贡献阮所有的，大家同心合作，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来荣光你的性命，要带互万民祝福。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